今日條片就特別啲啦，想介紹翻兩款 filter 俾大家。今次好高興能夠同卡式香港合作，佢哋寄出咗兩款 filter 俾我測試，純粹想我講出我個人用後嘅感受。一般介紹 CPL 就係用嚟影車身啊、水面，減低反光折射。但係其實佢對我最大嘅用途就係可以幫助到我影黃昏日落嘅時候個天空同埋個天啲雲啲顏色可以更突出，而且喺後期係無法做到嘅。再加埋塊 GND 搭埋一齊用，咁就可以好輕易控制到個天空同埋城市光暗嘅對比，以提升翻整個畫面嘅質素。咁我本身就係做廣告攝影師嘅，亦都試過好多唔同牌子嘅 filter 啦。咁卡式呢一隻係我用過咁多款裏邊嘅色差係最低嘅。咁點解色差咁重要呢？因為我每日都要過濾啊，執幾百張相。咁如果有塊 filter 可以減輕我後期嘅工作，咁當然就係最好啦。咁卡式呢隻黐級圈佢特別之處呢，佢嘅黐級圈其實係裝喺鏡頭入邊，所以你側邊係睇唔到。咁裝嘅時候就可以更貼服支鏡頭，以減少暗角嘅表現。而其他牌子嘅黐級圈你見到係裝喺鏡頭出邊嘅，所以裝嘅時候就會冇咁貼而產生暗角。咁點解我中意用黐級 filter？因為佢安裝時間係好快，咁我需要用嘅時候就咁吸上，唔需要就咁拆。想換另一塊又係咁樣吸一吸，咁就可以好快速咁換到你想要嘅 filter。同埋我中意佢嘅設計就係佢每塊 filter 都有唔同顏色嘅邊，咁你可以好輕易就辨認到邊塊打邊塊。咁 CPL 就係銀色，佢塊 GND 就係紅色。咁當我測試嘅時候，亦都唔小心跌咗支鏡頭啦，大家可以見到塊鏡片係裂咗。但反而咁樣就保護翻支鏡頭，大家見到支鏡頭係無花無爛。同時我亦都用翻自己嘅個人連結買咗一塊，因為我真心覺得好好用。咁如果你都喜歡我今次介紹呢兩款 filter，咁就記得用我個人連結同優惠碼去購買，咁就會有翻全店產品95折嘅優惠。多謝大家支持。